大家平安，我是世谦牧师，欢迎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。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，在以赛亚书44章。以赛亚书44章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讲了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是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说的。有一个木匠，他拿了一块木头，其中的一部分他把它取下来当成燃料，另外一部分呢，他量好了它的形状，用各样的工具雕刻，做成了人形的偶像。然后呢，他向这个偶像来敬拜祷告说，你是我的神明，救救我吧。而另外一部分的木料呢，他拿来烧火，在上面烤肉吃，吃得饱饱的。也因为这块木头它被火烧，所以他觉得这火好极了，让他十分暖和。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告诉以色列人民，在20节的地方说，这不是拿灰充饥吗？他的愚蠢使他糊涂，无可救药。他不承认捧着的偶像根本不是神。是呀，我们捧的偶像根本不是神，但我们怎么又会把这当成偶像来崇拜呢？或许就像刚刚的故事所说到的，对这个木匠来说，它很有实用性，它可以烤肉，它可以取暖，它可以利用这个木料来得到心灵的慰藉。可是它不是上帝。的确，它不是上帝，所以我们也不要把不是上帝的当作上帝，而是要把这位上帝当作我们的上帝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这位上帝他是怎么看待我们的呢？他看待我们，在第2节说到，我是创造你的上主，从你出生我就帮助你，不要怕，你是我的仆人，你是我所钟爱的选民。我们是上帝的仆人，是他钟爱的选民。那为什么会怕呢？或许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，或许是因为我们以别的来代替神。我们在神的面前羞愧了，我们在神的面前觉得缺乏了，我们在神的面前觉得没有感受了。然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上帝却告诉我们，雅各啊，要记住这事，以色列啊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造了你，要你做我的仆人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。我饶恕你的罪，让它像云雾消散。回头吧，我救赎了你。救赎之后，是要来向这位上帝歌唱，因为上帝拯救我们，他是拯救我们的上帝，他是超越我们，比我们还认识我们自己的上帝。他更是差派我们成为他的仆人，要来见证他的拯救。在这段经文的历史背景中，先知以赛亚说这段话，到这个经文它实际发生在100年后波斯帝国的统治当中。他们的确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。就在今天，上帝的话也告诉我们，虽然我们正在疫情的困难里面，我们正在疫情的限制里面，我们会想要用短暂的慰藉来成为我们的偶像，但是上帝说，我们是他的仆人，我们是他所钟爱的选民。我们不要像这个木匠一样愚蠢，而是要来投靠这位掌管历史而且钟爱我们的上帝。当我们来投靠他，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如何面对现在的困境，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，在未来
上帝他的话语、他的应许、他的拯救不会落空，而是要实际发生在他所拣选的仆人、所钟爱的选民，也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、拣选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感谢。或许在这个时刻，主，我们真的是感受觉得孤单，感受觉得焦虑，感受觉得没有盼望。但是上帝，你却透过今天这段在历史中发生的经文，让我们看见100年后的归回和重建圣殿是真实发生的。主也让我们有一个指望，即使我们现在看不见，我们仍然能够来盼望，而不是用其他的事物来替代，甚至这些事物还是自己手做的，而不是上帝你做的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透过今天的分享再次的来依靠你，因为你已经救赎了我们，你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在一切的挑战当中都经历上帝你话语的同在和陪伴，这要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力量，度过每一个让我们觉得艰难的时刻。因为你透过长远的历史一再的见证你是真实的主宰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迦南之声，也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们明天见。